泳锦标赛伫台中举办，要取得6月份全国比赛的资格。讲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放宽资格，也就是讲，只要有报名参加中区的比赛，就会当来参加全国的比赛。选手跳入去水内底，表现平常时训练的成果，来争取好成绩。121年全国中区游水锦标赛，伫咧台中市北区国民运动中心举办。教练就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来带我们的比赛。今年比赛无对外公开，讲限制选手和相关人员入场。考虑到疫情影响，这摆选的人数冇做出调整。若是有报名参加比赛，就参加全国赛资格。原来国运中心场馆人员的动线是分开的哦，我们有专属游泳赛事的动线进出。台中市运动局冇讲到，市府对防疫的工作卖加强进销和比赛分流，希望会当伫咧安全的环境，替家己队伍争取到好成绩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